最近有开始写中文歌给一些歌手呀，然后包括最近刚发片的曾静雯，小妹妹，她是大魔王，实际上声音还蛮不错的啦，然后至少比我好，那是因为我是前辈，他不能对我怎么样，我唱国语不标准是有原因的。我有先天性的母语太好，国语太烂的症状。好，然后其实这几天发生好多事情呢，我都觉得怎么会这么巧。然后昨天有一个记者会，就是我们都兰部落的年轻人啊，有一群就是年轻人上来台北开了一个记者会啊。最近很多，应该说这几年很多财团呢，就很想要去发展台湾的东海岸，东海岸台湾的东部从花莲到台东，总共有33个 BOT 案准备要开发，然后其中还包括一个是在我们部落里面，发展好像没那么，我觉得人类势必是要发展的，但是我觉得发展有很多方法，不是只有用破坏，然后建设大饭店或建设大的游乐区才是最好的发展方式。因为我很怕部落那个现在这块地啊，现在他们要盖 BOT 那块地是我们的祖先的登陆岸，就是阿美族从那边来的。然后有一天盖了饭店之后，我要怎么跟我的孩子讲说，孩子啊，我们的祖先从饭店来的。我不知道，心中很多矛盾啊。今天是一整个很矛盾的表演。但其实我更期待的是，因为原住民有一些就是朋友们啊，知识分子一直喊还我土地，这样或许吓到很多人。哇，原住民这么凶啊，还我土地啊！但原住民是一个共享的社会。今天你来到台东看那些风景，没有人跟你们收1毛钱，真的。但是如果你今天去垦丁，为了看海景第一排，你必须要住那种5000块、3000块起跳的房间才看得到海景第一排。这我自己的感觉啊。我们不要那样，就是对最漂亮的地方都被盖饭店了，然后你要看那些风景，你还要付钱。其实现在一切都免费的啊，这些土地带不走，对不对？人都是这样嘛，只是一个短暂的一段生命而已，土地永远一直存在着。我希望啊，就是不要真的朋友们把这个事情轻忽掉了。然后一旦饭店盖起来了，你们有一天要去都兰玩了，其实你们去那观光钱都被饭店赚走了，我们在地的年轻人1毛钱都赚不到。我们永远只能做服务生啊。搞不好还是唱唱歌、跳舞了，有机会还会看到宿命呢。我不要那样的日子发生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帮忙联署，好不好？好。保护东南亚。去告诉你们的朋友们，这样，这个土地100甲属于大家的。好啦，我想要唱这首歌。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的说你爱上我。